风喜浓浓情，我一直心绵绵爱，无敌情啊无敌爱，梁山伯与祝英台，梁山伯与祝英台。年轻，神兄，你给我懂我这样的时候啊，张仁兄，神兄，久违。小姐，你看，在想见你。哎，我要买一点什么啊？啊，这样走。哦，好。南阳夜，为什么既无辜女儿听罪名？为什么默不识丁言说女？为什么啊知书识礼？你听一听，空声声啊空声声，我问一句来，你答一声。问是呀一书生。神，论真与非是故人，他本是些说为何圣人之言焉能有错？哦，圣人就没有错？那我倒要请问神不大神。愿闻公子高见。官问神不大神，为女子与小人难养也，此言怎解？史书上都有记载，是美人撒下亡国之物。依我之见，乃是昏君无道，红颜悠悠何谁？夏桀王是美喜，殷纣王子德基，周幽王褒姒，都是我国扬名的妖孽女子。真是女子不是小人。那女娲补天，露珠养蚕，门目三千，难道他们也是小人？因此圣人言道：女子无才便是德。那查文姬、赵大家等一代才女，因我名扬青史。弟弟，你也无理可辩了吧？因是你怎么回来了？我不是因是啊？难道你是？弟弟，我是女儿应的呀。怎么？你真是应的？哎呀，你呀！弟弟，哎呀，你这，弟弟，哎呀，这，弟弟。
有啊。啊，是。应台，你经过女扮男装，在孔庙之内戏弄无情，你可知道女孩子是进不得孔庙的？弟弟，女儿与你十个人惊谈论了半天，你不是也没有看出我是个女的？你这真是无脑！自从洒家太守信，女扮男装戏无情。二想就要上杭州，求弟弟随儿心愿帮儿赢。百回世间随儿心，这月盼心无一根。这月盼心儿不想，这习俗远别了心。儿苦在家多惊人，为吾从今品先生。南宋书院有名士，一代宗师远近阿门。自太面目全是长，一姑娘少将军。娘在人下上有子也盼我啊，就知这颗是真情。弟弟，女儿一定要去。这你是本姑开天辟地，哪有女扮男装读书知识？弟弟，自古至今也没有像你这样重财爱财、羡慕事情的有识之士啊。女儿教长，为的是百世久呀，若是传扬出去，也能成为美谈。弟弟，我的八位兄长都在朝为官，人人夸你教子有方。女儿若能成为才女，岂非更加光宗耀祖？成为才女？事实如此破绽，岂非贻笑大方？哎呀，弟弟，你怎么忘了？万松书院的师母乃是母亲的闺中好友，你还担心什么？有为有我人心作伴，万无一失，就你让小姐去吧。弟弟，女儿一定要去。弟弟，你就让女儿去吧。好，为吾就承接你的志向。多谢弟弟。快起来！你先，快走。弟弟你也来。弟弟，你看。应台，你是女儿之家，千万要尊重女儿家的名节。弟弟放心，女儿今日孔庙门市3年月正归来，花不是儿皆是花。我听说月结比起。
的画真好看。四舅，你看，我的呀，蝶儿今日花，花儿非是蝶，春意盎然，真令人心旷神怡。我们在此歇歇吧。好吧。宁心，你看，哎呀，宁心这里多好。是啊，真好看。哎呦，相公。多余冒昧，万马见谅。不妨，不妨。看什么？你是男人，我们也是男人，有什么好看的啊？宁心，四舅，哎，相公，你看那两个男人真好玩，那个相公像观世音一样好看。哎，不可无声。小弟，看他们好像也得去杭州读书的，我们何不结伴同行？结伴同行？哎，他们是暖的。哎，如今我们也是暖的啊。这位仁兄，莫非也是去杭州读书的？真是。见仁兄，清新脱俗貌秀丽，眉宇之间透灵气。见仁兄，举止斯文多有礼，温文尔雅素娟气。请问仁兄真姓大名，夫居何处？小弟姓周，名应的，上与做家长人士。哦，敢问仁兄，会计200-300。2-3。你们是从做家长来的？到哪里去啊？为什么不讲话？你是哑巴还是聋子？你的哑巴你！宁心，四舅，你们到哪里去啊？我家相公是去万松书院读书的，正巧我家小姐也是去万松书院读书的。啊，小姐，小姐又不能同来读书，你有替他责任。就是嘛。怎么，灵妹也想同来读书？唉，真是一言难尽，我家九妹呀。他与英台是双生，双胞兄妹一对亲戚。我九妹自幼翻胸读书文，6岁为做妇的人，师范杭州救命师，兄妹一月一同饮，皆因为南征女被空门寻，老夫这一步答应。想苦心，且谈此事不公正，将多少有志君才属关门，莫不设定
闻说风雨亭远近闻名，我们前去看看。好，宁静。风雨同舟，肝胆相照。风雨同舟，肝胆相照。我的呀姐，风雨悲，有多少知音人在亭内作风避雨，涉过人间。人兄相三百年，比十关十事情，孤灯独饮十七层。与仁兄一见事故白举情，实有因风雨悲人与知音。自杀仁兄有此意，愿与你风雨同舟，兄弟相称。好姐，你即进来，从此风雨同舟。肝胆相照。既日旅途决议，一切从简。好。哎，沈兄，我们何不一帖当作，在府的衙前一杯？请。请。仁兄今年小弟16岁，两仁兄长我1岁，请随小弟一杯。女兄此长1岁，请随我一杯。哎，我们也来同杯吧。天色不早，命我过路吧。好，两兄，请。你请。人刚到吗？啊，快！走！哎呀，踏水公子来了！大路道听，分什么杭州平民的，讲不讲理？啊，快退过一把。是。死去，宁信，娘儿为公子献迎。不必多礼，你先请吧。宁信，
算过一吧。下人无知，望夫见怪。二位公子，莫不是也到杭城就衙？正是，请。此次多谢，后位有期。此次多谢，后位有期。贤弟，我们也走吧。停，司机，宁心，贤弟，走。走。众位爷妻灭礼，快快请送。谢先生私慕。众位贤妻，你们旅途辛苦，来此夙愿拜师就衙，先生师母实是欣喜，实有不便之处，来找师母便是。你们到万松寺院拜师就学，要心诚自见，道业品行，望你们识得识数破万卷，行事教教实有理。有甚谨记先生教诲。在寺院不论是官家子弟、豪门公子，都必须牢记经过，苦其心志，能留第三之心，不争同日代劳。请正私讯。马文才，你有什么难处？啊，没什么，没什么。祝英台，师母，你是上谕做家长生？正是。啊，与你师母乃是同乡。你们旅途劳累，早些歇歇去吧。为你们吟唱苦读，师母已早早安排。谢先生师母。原来是眼里。两兄，
秋夜路人，切莫受了风哦。多谢炎帝。梁兄，事有心事。炎帝有所不知，人生到每逢佳节倍思亲，三分我母亲苦思更凄清，多少年冷暖日子在人里，多少年团圆命运照顾应，夜的阳秋夜送来一件。暖我与兄一苦心啊！因待我胸中无爱不知罪，恰偏要一厢就要离间心。梦兄长多年你的心交恨，唯有艰难虚怀温暖心自沉。悲观到梅园谁想亲情真，两兄啊，从今莫言坐在人。三伯得于炎帝，实是万幸。梁兄，今天是8月15，大家都在园子里饮酒赏月，我们也去吹吹信吧。好，梁兄，请。请来，请啊！梁兄，众位神兄，二位神二位神兄请。请坐。炎帝请坐。梁兄请坐。周仁兄，我与你就以这中曲夜色为镜，即兴联句是否？即兴联句，好，即兴联句，哎呀，人少无趣。哎，梁兄，你也来吹过热闹是如？好，吟诗联句，共赏中曲。哎，你们看，我们三人应该哪一位先来呀？那么当然是你喽。以我之见，梁兄文章乃疏远快速，理该梁兄先来。炎帝，对，梁兄来，梁兄休要客气。好，那我就先来，你们依允而宁。十五夜色红，要归爹眷，红尘月夜冷，伴送娘儿空。君尊酒一满，上我托牛抱。池塘夜未明，看你
为国。哎呀，好事啊，好事，好事！哎呀，两兄真是好事，夸奖了。马仁兄不愧是太岁之子，察看人长。哎，方才正见两人兄才起恨意。宁熙，宁熙，马公子，你有什么事吗？我有一事不明，想打听一下。哦，闻说祖父有8位公子都在朝为官，那你家相公足应对他？哦，我当什么大事？我家是有8位公子在朝做官，不过其中的7公子乃是我家员外的命令继子，应代相公乃是9公子，且也是真正的8公子。8公子，马公子，你们这些做什么？我还有事呢，我先走了。两兄，你看我的诗稿写的是哦。两兄，因我恋有不平之事。哦，愚兄心中烦闷，稍事就好。是不是那些富家子弟出言不逊，令你不快？燕弟，你说上平复我们，下平复私塾的生人之言，对是不对？哎呀呀呀！想不到深圳的这个大事，把你这个寒门弟子气成这个样子。我是寒门弟子，你是富家公子，我们素不能同邪。我偏要与你同邪，应不能并肩。我偏要与你并肩。朋友不能相交，兄弟永远相知。燕弟，两兄，走。无须解开莫分开，千古之言何须问？生人之训，太传得管他之门与何门？你今年牛日在豪门，我世态炎凉人看心，自古来从权势轻才用，我只有比少流几时生。所在世俗情在情，应待我今年两门操当名，权势也能代代传，功名富贵是浮云，世俗能是十月名银，在呀切草取之不忘用情啊，深深叹得一字句，得与你做眼底三生有意。两兄，燕弟，你不生气了？燕弟说的其实，谁药才是真的，私塾门庭乃是虚的，私塾偏见，私塾无度，生人之言，休去管他。痛快痛快！谁知痛快？实则他你不逃。好端端的，怎么叹起气来了？
你家相公对我家相公真好。咦，我家相公对你家相公好，要你叹什么气呀？兄弟再好，总是要分开的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我们两家相公要好，我们两个童儿也要好，我们永生永世不分开。切，你有些什么啊？我又没有说出什么话，他怎么生起气来了？哎呀，宁心，梁相公，你上38里，下38里，为我家相公就义去呀，真是辛苦你了。宁心，我与你家相公情同手足，下次可不要说这样的话。你去歇歇，这夜由我来接。哎，宁心，你去接呀，我来帮你洗衣服。还是由我来接，里面有一位要后方，弄错了要影响一下心的。你们先去洗衣服吧。走吧。两兄他也不介意将我背，真情实意对应对别人我情儿愿子比上。你怎么下上来了？当心受凉。梁兄，你自己也当心着凉。梁兄啊，应对病中你请见呀，儿子雨天总必定，烫了轻轻吹，冷了为中温，非是也能治我病，恰是兄长一片心。应待你一向说病苦里定啊，为眼里情意颂扬是本本，几杯情深是骨肉情。你泪水盈眶为我滴，小弟落泪非为病，怪你兄长情有真。你呀，生有一副女儿心肠，多然双关，快去一把。也太苦，我不去。两一苦口利于病。中夜女儿李玉莹。
梁兄，你背得的肉舞的哦，我的牙线被你藏落在地，因而完好无缺。耶，这肉舞的洁白晶莹，令人爱不释手。我早就知道你喜欢它，正想拱手相送。啊，梁兄，你可知我与武帝也有不解之缘？哦，只是君子怎能得人所爱？这肉舞的虽非济世珍宝，却也非同寻常。它原是一对，莫非是两门传家之宝？它虽是一块普通白玉，恰是我弟弟亲手所刻。梁兄，快快告诉于我。那一年，我弟弟牛的，你这个君子是读不得的。梁兄，就要取笑于我啊！此乃一句戏言，你脸红什么？愚兄哪有取笑之意，只想对你秉忠一笑。花儿带路开，第二转身。
风喜浓浓情，可一醉心绵绵爱。无敌情啊，无敌爱，梁山伯与祝英台，梁山伯与祝